来看台北市长郭文泰这一个月以来有袂少的动作，譬如讲，伊来抢蔡总统，拢讲一寡老百姓听无的话，嘛来成立台湾民众党，希望甲郭台铭、甲王金平来合作。最近梦中集团的董事长蔡衍明嘛拢甲质疑，讲伊向对手中国国台办来输成。郭文泰是回应讲，这国台办是每一年办双城论坛，拢需要接触往来的对手。郭市长参加座谈会，希望会当运用区块链技术，落实责任监督，嘛引申到政坛。说到这样，整个台湾的选举就是蓝绿这样，其实应该有另外一个轴线来的，国家治理。比方说今天讲这个比特币的，讲这个blockchain 区块链。还有这种科学的、务实的、这种所谓的价值。不过2020总统大选是不是要参战，一直无明讲，先甲指头对准蔡总统。明末天下大乱，流寇四起，朝廷无力进剿，还不是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吗？老百姓讲的话，他也听不懂太多嘛，不然一休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今天如果蔡英文把他总统的工作做好，会有这些事情吗？会出现寒流吗？那是全力炮轰7月底传出伊要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、甲立法院前议长王金平合作，8月初6成立台湾民众党。12日，讲伊无依照王中集团董事长蔡衍明的意思发言，过2天正式18甲郭王2个人参加桃园法会，不过到最后看叫去。另外嘛，甲蔡衍明隔空枪声，比自己用书写或报表方式解决表面上的过招。不管每年的双城啊，或是4代。还是要跟国台办打交道嘛，那时候对我来讲就是过招嘛，互有攻防。台湾有谁不认为他是红媒？台湾有这样的媒体，因为我们那里还需要敌人。一个月以来，伊的动作拢不断，随着9月17连署截止的日期，剩无到30天，郭文泰敢会甲郭台铭、王金平合作，也是亲自上阵，这拢会影响到明年大选。